好高興可以喺度係介紹我哋俾社區居民用嘅疫苗接種報名表同埋健康申報表。呢個平台係非常簡單易用，大家可以睇到首先係有中文同埋英文嘅選擇。咁其次呢，我哋可以就住每一個活動呢，可以指出係同邊個地區組織啦、咩時間、咩日期啦，同埋咩地點呢去調整嘅。咁所以呢，係可以好簡單直接呢提供到嗰個嘅資料俾居民啦。咁喺呢個版面上高呢，就簡單先介紹呢嗰個報名方法。大家如果覺得太過細呢，其實係可以放大嘅喎。咁所以用手機睇呢，其實都好簡單。咁當我哋講咗個報名方法之後呢，下邊就係講緊個接種安排。大致上有啲咩可能會出現嘅唔舒服嘅地方啦，可以接受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同埋有可能呢，因為疫苗供應需要先到先得嘅呢一啲資料。咁假設間呢，我係一個伯伯啦，咁我呢就係1960年出世嘅，咁我喺呢度呢就會揀咯喎。咁好啦，我暫時當我自己70年先啦。咁我係1970年4月12日出世，咁我今年就55歲。咁喺呢一度呢，第二頁我哋就會有資料呢係介紹流感疫苗。咁詳細嘅資訊呢係可以提供俾各個居民呢去參考，甚至係有啲乜嘢係嗰個疫苗要知道嘅係唔可以打針嘅原因啊，有咩副作用啊喺度都會羅列，同埋提供咗一個網頁嘅點擊呢，可以讓佢係去到防護中心嘅網頁，同埋或者係去我哋華光兒科外展服務個網頁去查詢。咁喺呢一度呢，就會提供到一個嘅版面呢，就係究竟我哋注射嘅疫苗係點樣啦。咁目前呢，就呢一個嘅例子呢，我哋就當係賽諾菲嘅4價流感疫苗先。咁我哋個居民啦選擇咗呢個疫苗之後呢，就會被查詢呢究竟有冇打過啦。假使間我哋係有打過呢，我哋就為咗保障個居民呢，就會問啦，究竟係幾時之前打過？因為好多時候呢，新嘅流感疫苗呢，大概喺呢個嘅夏季嘅時候呢，可能8月、9月呢啲日子呢已經到達香港。有啲人可能心急得滯呢已經打咗。咁所以呢，如果呢係萬一係好似舊年咁，係8月1日之後就已經新嘅疫苗嚟呢，咁我哋呢就已經打咗呢，今年就可能冇需要再接種啦。但係呢，原來呢個居民係只係打咗啱啱24至25年嘅疫苗喎。咁喺咁嘅情況呢，佢呢就會有得繼續睇究竟唔可以打針嘅原因啦。咁詳細了解咗唔可以打針嘅原因之後呢，佢就有喺呢一個嘅禁忌聲明啦。咁就係本人已經閱讀咗並確定呢沒有任何禁忌症之後呢，咁佢 click 咗呢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啦。特別喺呢一度呢，我哋就想俾一個位置呢，居民可以再申報一下究竟有冇啲咩擔心嘅嘢。譬如假使間佢真係有啲嘢擔心，佢可能呢，佢有特殊情況要申報，佢就會 click 有啦。咁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可能係食緊呢一個薄血藥嘅，咁所以呢，我就會提供呢個資料呢，俾華光兒科去留意啦。咁其實呢，喺呢啲情況之下呢，如果食緊薄血藥呢，市民就應該係要用呢一個嘅皮下注射呢，先至會安全嘅。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嘅互動嘅版面呢，其實係容許我哋嘅醫護團隊呢，係知道咗嗰個居民本身嘅身體狀況，而去微調針對性呢一位居民需要嘅方法呢，去接種個流感疫苗，提供咗呢一個疫苗嘅安全。咁喺下一頁嚟講呢，我哋就已經可以去到接種個日期啊，同埋嗰個時間啦。咁我首先揀選咗個日期啦，然後揀埋個時間之後呢，我就開始填我個名啦。咁為咗簡單方便啦，我就而家係填英文嘅啫。咁當我呢一個填完咗我個名啊、姓名之後呢，咁我就提供我個身份證嘅號碼咁樣樣。咁亦都可以有地方呢填你個電郵地址。咁由於呢，我哋嘅呢一個社區裏邊有好多唔同地方嚟嘅人啦，可能會亦都有係國內嚟嘅居民啦。咁我哋就會有呢啲資料呢，可以提示翻呢究竟佢哋有嘅證件係邊一個類別。假使間呢，我係有呢個簽證身份書可以用嘅。咁呢一度呢，就提供咗用簽證身份書登記嘅號碼。但係如果我唔知道點樣揾嗰個嘅簽發日期，下低呢一度呢，就有個證件樣本呢，係提供咗一啲資料呢，俾市民去參考下。究竟嗰個簽發日期喺邊度呢？原來就喺呢度嘅。咁如果我係有啲其他嘅證件又會點呢？咁就亦都係可以有其他證件嘅提示嘅。
咁亦都有個地方咧，俾佢上傳個證件副本啦。咁讓到我哋如果係需要申請呢個政府資助嘅時候咧，嗰個資料已經上載咗去咧，就方便咗我哋去幫佢申請。咁就唔使話到時係唔記得帶啊咁樣咯。咁假使間我都係簡單啲，我呢一個咧都係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嘅，不過咧我就唔記得咗簽發日期。咁所以咧我就而家發現咧，原來個樣本裏邊寫咧簽發日期咧就喺呢度啦。咁咧就係2018年嘅9月15，咁咧個 number 就係我自己嗰個咧，就係睇翻我自己個身份證就知道係幾多咧，咁我就填翻啦。咁我原來咧我簽發日期咧就係舊年嘅，咁咧舊年就係4月1號嘅。咁而家我填好咗，我亦都知道我個身份證標記號碼係點樣，咁我就已經可以去繼續睇呢一個嘅個人資料聲明啦。咁我就可以睇下究竟係有啲咩個人資料政策。咁如果我同意咗之後咧，咁我就簽名啦。咁喺呢度咧，我就提交。原來咧，我哋發現提交嘅時段咧已經太多人啦。咁我就咁諗，我仲有咩時段可以咧？好，咁我早少少得唔得咧？咁原來早少少12點15分就 OK 喎。咁我哋咧就跟住喺呢度咧，就係繼續提交資料啦。咁就落翻去。咁我終於完成咗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社區疫苗接種報名同埋健康申報嘅重要性咧，就係能夠令到我哋可以俾市民咧有一個渠道咧，去揀選自己想要嘅時間啦，同埋咧提供一啲健康嘅資料咧，等個接種咧係更為安全。咁好多謝各位俾呢個機會我哋介紹呢一個電子化嘅系統，多謝。